深圳仲咬喎。新摩打喎。下一站上水，下一站上水。Next station 上水。大草地嚟啲人有車喎，睇下邊邊係大巴士嗰個站。你佢一喂啊真係唉！竟然俾我坐落馬洲車，淨係速語數4唔講啊！第一次坐啊，真係唉，同你個兄弟。第一次去落馬洲站，仲要係速語數啊，大哥！自動廣播係得唔得？上次同媽咪去梗係冇啊，因為深圳麥咬啊，上次去落馬洲係，唉，上次全部好食。發你個溫頓啊真係，唉！嗰時我錄完片之後，我 send 3分鐘個片俾你嚇，你記住係人紙㗎條片。啊？我做剪輯㗎，send 俾阿妹，send 條片俾阿妹。好彩唔係，即係路都唔會咁爽啦。係咪呢條路最爽快？最係爽到去餐廳啊！我呢條片唔會俾阿媽，我俾你就得啦。俾你阿媽睇到會點？師傅這裡啊，得幫到你 skin 都冇發散，到你 start 嗰啲啊。
我等陣會 send 條片俾你噶啦，起碼有7分鐘。興雞。請小心月台空隙，請小心月台的空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。馬洲嗰間，落馬洲咁難得，特啲價先有嘅。如果再等嘅話，就唔難㗎。咪係咯，啱你啊，兄弟。